開始之前請幫手訂閱，俾個 like 同埋分享出去俾你嘅親朋好友睇下啦。你嘅支持係我哋繼續做影片嘅動力。2026年啱啱拉開序幕，美國就突如其來咁喺3日凌晨侵入委內瑞拉，捉走總統馬杜羅及夫人。美國總統特朗普隨即宣布要管理委內瑞拉嘅決定。佢所謂管理根本係決定當地管治人，令委國不再反美，同時由美國石油巨企發展委內瑞拉嘅石油開採業務。美國先藉口打擊委內瑞拉毒品問題，派出軍艦做定準備，然後又派特種部隊入境捉人。先嚟睇睇美國嘅霸凌做法。美國已成功對委內瑞拉及其領導人馬杜羅總統實施了大規模打擊，馬杜羅及其夫人已被抓獲並乘飛機離開該國，後續細節將陸續公布。美國係派遣神秘嘅特種部隊三角洲進入委內瑞拉首都捉人，佢哋用個幾鐘就擊斃馬杜羅嘅總統衛隊40多人，從稅房直接拖走馬杜羅夫婦。之後搭直升機離開。行動時，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遭大規模空襲，防空系統亦被癱瘓。委內瑞拉事後只有10幾個軍事及國家重要地點遭轟炸。佢哋忙於應對空襲時，卻唔知自己嘅總統已被美國擄走。有片段影到估計係三角洲部隊搭直升機行動嘅畫面。行動中，美軍出動超過150架先進戰機。仲有唔少無人機參與，估計係執行攻炸任務。美國今次公然侵入他國，捉拿一個國家嘅最高領袖，仲話明要接管呢個國家及開發人哋嘅石油。世界譁然之餘，仲對美國示範嘅霸權及無賴感到擔心。呢張美國發佈嘅馬杜羅被蒙眼束縛嘅照片，估計會成為好多小國執政者對美國嘅恐懼。We're going to have our very large United States oil companies, the biggest anywhere in the world, go in, spend billions of dollars, fix the badly broken infrastructure, the oil infrastructure, and start making money for the country. And we are ready to stage a second and much larger attack if we need to do so. So we were prepared to do a second wave. 特朗普呢啲言論令世界震驚，號稱民主自由燈塔嘅世界強國唔顧他國政府及人民意願，出動軍艦戰機及特種部隊綁架勒索攻炸，口講打擊毒品禍害，實則睇中人哋國家嘅石油資源要據為己有。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對事件深表震驚，話美國行動立下危險先例。外交部亦反對美國行動，新華社評論更斥責美國係赤裸裸霸權行徑。依家美國朋友圈國家好少仗義執言，非朋友圈國家又大都唔敢得罪美國。估唔到2026年啱啱揭幕，美國就上演恃強凌弱把戲。負責美軍今次突擊任務嘅三角洲部隊聲名在外，美國幾次越境斬首及捉拿對手嘅任務都係呢個隊伍執行，包括2019年對伊斯蘭國領導人巴格達迪嘅行動，後者最終自爆身亡。美國今次派出王牌隊伍建功，但想吞下委內瑞拉，包括該國石油資源，仲有好多問題。馬杜羅自2012年出任副總統。委內瑞拉同美國關係一直唔好，曾經係拉美最富裕國家嘅委內瑞拉，因為美國制裁，經濟產值於2016年大跌27%。不過內外交困下，馬杜羅仍於2018年贏得選舉，佢繼續執政，推動對中國友好政策。美國就一再上升對委內瑞拉嘅制裁。今次馬杜羅被帶走後，代理總統日前召開首次內閣會議，亦決定要堅決捍衛委內瑞拉主權，同時要抵禦帝國主義企圖顛覆該國嘅陰謀。呢啲表態，美國當然唔啱聽，所以再恐嚇。代總統如果行事唔正確，代價會比馬杜羅更沉重。委內瑞拉依家正處於亂糟糟、人心渙散階段。呢個國家被美國睇仲係因為石油存量世界第一。
美國能源資訊署2024年數據顯示，委內瑞拉石油儲量高達約3040億桶，而且委內瑞拉嘅石油係重質石油，據講同美國儲存嘅石油有互補用途。咁大家明白美國點解咁多年一直想掌控委內瑞拉，最後更出兵入侵兼擄人啦。不過美國嘅野心好似唔止咁。台灣中央社呢個報導介紹咗特朗普嘅未來大動作。川普的警告並非空穴來風，因為就在鄰近古巴的波多黎各美軍基地這幾天異常忙碌，不但全球最大的航艦福特號，還有各型海軍戰艦10多艘部署加勒比海海域，10架最先進的 F-35逆蹤戰機也已進駐波多黎各的空軍基地，總兵力動員達15000人，還有 C-130和魚鷹式運輸機頻繁起降，所有的布局都朝着劍指古巴而來。古巴政府亦知道特朗普嘅部署，有危機嘅仲有墨西哥等地區。By the way, you have to do something with Mexico. The cartels are very strong in Mexico. Colombia is very sick too, run by a sick man who likes making cocaine and selling it to the United States. 美國語吹囂張，而歐盟26個成員國則發表聯合聲明，要求維護國際法及聯合國憲章，表態算係歐洲國家對人權嘅基本立場。俄羅斯亦批評美國以軍事行動推翻馬杜羅政權，話不能允許一啲囂張富裕國家為咗利益而改變其他國家嘅憲法同秩序。反對美國霸權嘅國家估計會繼續增加。美國國內亦有一啲反戰團體發動抗議。特朗普政府今次雷霆行動令世人對美國印象更差。世界唔應該容忍呢種肆意凌虐侵略弱國嘅行為，否則就天下大亂。呢件事仲引發好多討論。有人話俄羅斯總統普京可能亦想用同一手法對付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日本政界口水更多。有右翼人士話美國先例可能會出現在台海，意思係解放軍亦可以同一方法登島老人推翻原來管治。到時美國因為今次事件基本上冇任何立場提出異議或質疑，亦有日本議員批評首相高市早苗對美國侵略行為表態軟綿綿。美國霸權事件引發各國反思，亦各自討論如何自保、如何應變。呢件事向世界發出弱國難自保、強權真係冇公理嘅警號。我哋更要密切關注美國下一步行動。好啦，今日講到呢度，多謝支持。